云林土库顺天乡绕境说是出意外，今日早起7点外，一个交班的人员检查起马炮的炮管，伊呾探过看，这炮就开始崩。这个查甫人是直接去互炮仔崩着，加在送病院了后无性命危险。云林县长张立先看起来真紧张，提病紧替边的查甫人饲着来指挥。赶快！这查甫人面受伤，不过人是清醒的。救护人员到现场了后，随接手送病院，加在人无要紧。代志是发生在18早起7点外，云林土库的顺天乡正伫闹热举办绕境疏护活动。依照往例，新桥起驾进前拢会放一个起马炮。这炮仔声真大声，而且庆会出来。也一个光桥的4岁查甫人，才要协助县长张立先这个人，甲引绳放伫个炮管内底时阵，敢若无注意到这个炮管伤烧，第二发也未引导时，就赶紧去看，所以造成意外。没有发现说，现在的这个鞭炮还没有完全燃烧完成它就贸然前去那所以造成鞭炮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它发生这样的意外我们当时呢，我们自己有4个这个医疗团队，那我们医疗团队呢马上紧急，那因为县长他本身也是医疗背景也是护士背景所以说他当时赶快来帮他先做加压止血，因为有撕裂伤。另外，理化老师讲，起马炮又火药量大，威力比一般的炮仔加真强，放的时阵爱特别细腻。在爆炸的时候会产生非常大的声响所以它的分贝可以到达150到175左右。如果你靠得太近的话，耳膜很容易会被震伤再来，骑马炮它在爆炸的同时呢，会在管口呢喷出很多碎片的东西理化老师讲，除了爱注意炮仔声甲火光的威力，连续放的时阵时间会小加一个，或这个炮管温度稍微降低一个，嘛爱20啦，才有法度避免危险发生。记者综合报道。